好，也根据统计，今年出世婴8万人内底，都有5000人是对妈妈的性罪恶创纪录。台东、花莲、屏东是头前3名，也因主要拢是母系社会的原住民。高厝价、高物价经济压力下，台湾面临囡仔生少危机。台湾去年是全球生育率上低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到今年9月为止，台湾新生儿内底有将近5000人是对老母生，是历来上多。不过，民众对新生儿是对老爸生，也是对老母生，看法是无同款。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吧，因为不太需要说非得一定要从父亲，从只要双方家长跟背景觉得 OK。那从什么姓都可以啊，就没有特别想太多，就直接去登记的时候就重复姓了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新生儿对老母生前3名县市内底，以台东上多，搁再来是花莲、屏东，排伫尾的是云林、嘉义市、甲连江县，比率拢无到4%。学者分析，前3名的县市主要是母系社会原住民，对老母生为主。这一年的那个新生儿哈。从1到9月哈，就下降了大概5000人到1万人左右啦。就是我们的生育率还是继续在下降。从母姓就是那个是原住民的新生从母姓比较高啦，但是汉族人我觉得是没有那么高啦。生产的个案数变少，可是高危险妊娠变多，很多都到高龄之后，或者甚至40岁、50岁才要生第一个。那这些人其实他的复杂度都比以前要难很多。无论是对老爸生，也是对老母生，生育率低，更加应该重视。专家分析，对5年前开始，台湾新生儿人数是逐年下降，到今年9月只有8万桶，而且生育年龄一直提悬，危险性也增加。根据国发会推估，台湾总人口2049年会在2000万人以下。专家建议政府要学韩国甲澳洲，用生育减税，抑个免税才诱因来鼓励结婚生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